最近幼儿园要开始招生了，对家长来讲按照为囡仔来选幼儿园嘛是真伤脑筋。全国幼教产业工会就提醒家长要特别注意师资，各学校的卡手敢有教甲上收费的相关规定。为3月份开始是咱国幼儿园招生的时期，安怎选择安全的幼儿园，家长拢真关心，因为去年真接传出不当对待的事件。国教署今年1月2日已经公告。修订教保相关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法，不过为着预防搁再发生，全国幼教产业工会嘛列出台选幼儿园的3个要点。要挑选园内的老师，多数都是具有这个专业背景的这个幼儿园哈，每班至少要配置2名教保人员，确保幼儿园的收费是透明的哈。根据国教署的资料显示，最近这几年来，伫个6都的幼儿园不当对待案件通报的数量，甲裁罚的数量持续咧升悬。甲111年来比，112年通报的案件增加209件，裁罚案件的数量也悬6成。教保团体提醒家长，都要随时注意囡仔身心的状况。这些淤青的地方，走路跌倒碰撞不会碰到的一个位置，那家长可能就要有所警觉，有很多的情绪的状况，甚至有退化的行为。但如果已经上学一阵子之后，他突然拒学，那这个就是一个警讯。教保团体提醒，幼儿园要有合法立案的空间甲消防的安全性，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。亲像幼儿园袂当设伫3楼以上，幼幼班爱伫1楼顶顶。老师的责任性甲亲属的沟通，拢爱多方面来观察甲考虑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